睇房時間，今次我俾人 upgrade 咗去做無障礙房間，但係經過觀察，其實呢一度同普通房間嘅品質差唔多，就只係呢一度比較大少少。官方報中型房間面積為26平方左右，房間設計為半主題酒店風格，偏向工業風，空間感非常充足。雙人床係真正嘅 Super King Size 雙人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充電及 USB 插位，電視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浴室空間同樣充足，可惜不設浴缸。呢一度又係一間比我想象中更好嘅酒店，房間品質唔差，而且非常接近9展，整體評價相當唔錯。